你想回答邊個問題啊？第二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如何用粵語講出撩人的情話？同老師講得唔得啊？哦，你試下。老師吊唔吊閪啊？你同我落夠去啊！你黐線啊！你有病！你揾技師啦，唔好揾老師啊，知道嘛？下一個，歡迎我哋雪糕班長。多謝大餅，係你想回答邊個問題啊？第三個。第三個問題，好，上聯春眠不覺曉，下聯係乜嘢？精子射多少？你同我落到去，你話你有病啊！老師，我想你個死人頭，想食多大頭菜啦！你係咪？好，下一個，阿偉，雪糕班長，你今日想上嚟回答邊個問題？第三個啊，好嘛？哦，你想對聯係嘛？係啦，呢個係我撚手菜嚟嘅。哦，你強項。係啦。咁啊，上聯春眠不覺曉，下聯係乜嘢？春眠不覺曉，擰轉屎忽屌。哇！你真係核突啊！呼叫校長，呼叫校長，校長，將個班長撳鳩佢，將個班長封鳩佢啊！嚟下一個，第一個啊？第一個係咪？如何用粵語讚美男仔啊？男仔啊？係男仔咩啊？BB， 你入咗嚟噶啦？你唔有病？喂，做咩？咩黐線？男仔喎。男仔喎，唔係鳩佬啊嘛！第一個問題，如何用粵語讚美男生？你條鳩好大啊！你黐線㗎，你有病！即係咁樣讚你就好開心㗎啦，係嘛？搞錯啊！你哋啲男仔嗰啲你哋嗰啲男同學啊，注意下你哋嘅言辭啦。喂，呢位同學想回答邊個問題呢？我想回答第二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如何用粵語講出撩人嘅情話？你即係你代入下呢個女仔嘅角色啦，好嘛？你同我表白。係啊。好啊，嚟啦，開始。BB， 你夾公仔係咪好犀利㗎？係啊 ，BB， 我好勁嘅。係啊，唔係你點解夾得我咁實啫？知啊，你同我落夠佢啊！想上咪嘅同學啊！呢個亮燈牌可以上咪，心急嘅同學。做好，我終於連到你咪啦！係啊，你想回答邊個問題啊？我想回答第三個問題。你又第三個啊！我驚啦！好啦，你嚟啦，都講鹹濕嘢嚇。好。應該唔會講嘅。嚟啦！喂，你自己講。春眠不覺曉，我條張好閪少，屌到都做搏命屌。